嗱，青茂拱北口岸咧出咗新嘅住宅咯，總價而且仲係百零萬起步嘅咋，月供咧3000零蚊，係咪真係有咁筍先？嗱，位置咧正正咧就係喺青茂口岸隔離啊，粵海國際旁邊，步行8分鐘就可以過關啦，唔使搭車，往返口岸真係超級方便啊！嗱，重點嚟啦，唔係公寓嚟嘅，亦都唔係商辦啊，而係正正式式70年嘅產權嘅純住宅啊，而且係第4代低密度嘅小高層，得房率咧係超過100%嘅，戶戶都有露台啊，園林嘅社區設計啦，住得舒服又清靜啊。戶型咧就由35平到74平都有啊，一房、2房到3房任大家揀啊。總價咧真係百零萬起步嘅咋，首期咧就15萬左右啦。真係用緊澳門唐樓嘅價錢啊，住到拱北嘅新樓盤，就算唔自住啊，的嚟出租咧都非常之抵啊。因為拱北同青茂口岸嘅人流量咧係成30幾萬噶，租金可以直接 cover 到月供啊，資產放喺度啊都安心啲啦。嗱，想拎戶型圖咧，想睇價單咧，留言拱北2個字，我即刻 send 資料俾你啦。我係咩維文，希望幫大家喺灣區實現真正嘅輕鬆無憂置業。